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9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2篇，阿摩司书第6章第8节到14节，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。今天的经文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冷不热。许多人把不冷不热当成爽口的温水，其实圣经启示录所说的老底嘉教会，他们之所以不冷不热，不是像这样的爽口，反而是倒胃口的臭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启示录提到的老底嘉基督徒的品格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他们既然没有热泉的优点，也没有冷泉的优点，却成了热泉跟冷泉矿物质混合在一起的水。结果呢，其中的细胞全都因为泉水温度改变而死亡变臭，使人感到想要呕吐。基督徒的品格必须如同热泉一样有热心，并且使能够得到这种温泉医疗的效果的帮助，不然也要成为冷泉，有矿物质适合作为眼药来医治人。不要成为什么都不是，没有特色，没有能力，不愿意帮助人，却令人作呕这样的品格。难怪阿摩司书第6章第8节到14节，先知从说到这个上帝厌恶以色列人的骄傲，上帝要将这样的人交给仇敌。所以经文这样说道：至高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，上帝指着自己发誓说，我痛恨以色列人的骄傲，我讨厌他们豪华的住宅，我要把他们的首都和里面的一切都交给他们的仇敌。假如一个家庭还剩10个人，这10个人也都要死亡。当死人的亲戚来拖尸首去焚烧的时候，他要对那躲藏在屋子里面的人说，你以外还有没有谁呀？那人要回答，没有了。亲戚说，嘘，不要作声，不可听上主的名。对上主发命令的时候，大小房屋都要倒塌，成为废墟。马能够在悬崖上奔跑呢？牛能够在海洋中耕田吗？但是你们却把公平变为毒药，把正义变为苦药。你们自夸打垮了罗底巴，你们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征服了迦宁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道：以色列人啊，我要使外国的军队占领你们的国家，北从哈马隘口，南到约旦谷，他们要来蹂躏你们。这正是老底嘉教会基督徒的问题啦，他们与人混杂，混了不同的宗教，随从他们去拜偶像，不但没有特色，更没有了上帝的呼召的能力，使人得益处。因此呢，启示录说上帝厌恶他们，甚至呢想要把他们吐出来。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经文这样说道：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天使，说那位阿们，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，那位上帝创造之根源这样说，我知道你所做的，我知道你不冷不热，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，因为你像温水一样，既不冷也不热，我要从口中把你吐出来。你说我富足宽裕，毫无缺乏，然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的悲惨可怜啊！你贫穷瞎眼，又赤身露体，所以我劝你向我买精炼的金子，好使你富足，又买白袍穿上，
好遮盖你那可羞耻的裸体；也买眼药插你的眼睛，好使你能够看见。对我所爱的人，我都责备管教，所以你要热心，要悔改。听吧，我站在门外敲门，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的，我要进去，我要和他一起吃饭，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。至于那得胜的人，我要赐特权给他，在我宝座上跟我同坐，正如同我已经得胜，现在跟我父亲同坐在他的宝座之上一样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就听吧。基督徒无论成为是热权也好，成为冷权也好，都必须要有各自有特色，又有能力，能够使人得到帮助，得医治，这样才能够成为上帝眼中的好仆人。诗篇62篇，我安静等候上帝，他是我的拯救者，只有他保护我，拯救我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不至于惨败。你们攻击一个人要到几时啊？他不过像一堵倾斜的墙，将倒的犁。你们一心一意想要把他从高位上拉下来，你们喜欢撒谎，你们口说祝福的话，心里却咒诅他。我安静等候上帝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，只有他保护我，拯救我，他是我的堡垒，我不至于惨败。我的拯救和光荣都在上帝，他是我坚固的堡垒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子民啊，你们要时常信靠上帝，你们要向他倾吐心意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贫贱人只不过是像一口气息，富贵的人也都是虚幻，把他们放在天平下毫无重叠，比一口气息都还要轻。你们不要依靠暴力，也不要幻想想要靠着抢劫发财。纵使财富有增加了，也不要依靠他们。我一再听上帝说过，权力都属于他，他有不变的爱。主啊，你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赏赐他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学习骄傲，不要随从其他的人去敬拜偶像，离开上帝的真道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有用而忠心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